好，谢谢。男生跟我小声。好。真的不好抓。来，再一次，好，再一次。来，1、2、3、4。
但是树人修换树人。
是圣诗300首。万里残夜好景致。阮备办爱心来唱回情诗。这个时已经是咱做礼拜的时间，请咱安静来听福音正声。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大家来吟圣诗，圣诗67首。我心俄勒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请咱游园徛地，用新的界面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是心真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次。第二个也三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我会用恁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5，诗篇65篇。我来请，请咱大家来。上帝啊，第7安有人俄勒咧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徛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
灌压田园，满伊的高，收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埔，草埔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盖。请咱三甲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的主，万项的好事，好命的源头，阮感谢你。伫一年的年尾，是阮献上感恩的时，特别伫今年，互阮拄着全世界拢拄着的肺炎病毒，真侪人拄着亲戚朋友的逝世。互阮人甲人爱保持社交距离，袂当甲人相亲近，限制阮的自由，袂当做多，袂当做伙。教会停止敬拜，感谢主，你互阮有智慧，改用线顶的礼拜，互阮每一个家庭变做敬拜的所在。阮感谢你，虽然拄着即款的伤害，你要保守阮平安，经过大风涌。只有我靠主，就会安稳自在。阮为着你的疼，所想事逐项的恩，感谢你；为着你日日保守平安，感谢你；为着你保守阮经过今年的大灾难，互阮还阁会通留甲你的面头前敬拜。为着这，感谢你，全能的上帝啊！你常常伫你的大恩赦免阮一切反悔。归往你的人，恳求你伫即个阮忧伤的心内，用你的应允救恩，互阮全世界早一日脱离即个病毒，互台湾的政府官员有你所想的智慧，带领阮紧紧离开这肺炎的病毒，互疫情完全得到控制。求主帮赞，求主照顾。阮也为着今年大家得到平安，大大感谢你。生活中的无方便，总是主你悠然咧看顾，献上阮的感谢。天气咧变换的时，保守阮的教会时代，因身体有欠安的，求主你甲因同在，祝因有好的医生，医治因肉体的病痛，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做阮的帮赞甲倚靠。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请咱三甲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地呢，亲像天呢，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犯的人，无伫带阮入，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圣歌对今日要带信、帮、听来学乐。
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有两位，一位伫旧约，一位伫新约。咱先来看旧约的部分，诗篇100篇。旧约的部分伫诗篇100篇，伫台语汉语本654页。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帖撒罗尼迦第5章，伫汉语本是235页。17节到18节。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念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会使互使带来的信息，保持感恩的心境。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日是啥物日子？感恩节，哈。咱看到感恩节，咱的周报第一面，吼，有水果，有果子，有一支蜡烛，吼，代表其实感恩节也进入到一年的落尾的阶段，吼，即个季节其实已经要入冬啊，吼，总是气候的问题，吼，咱也无冬天的，吼，但是明仔载天气的有寒流要来，所以咱明仔载温度会降真济，咱爱注意。总是讲，就是讲感恩节后礼拜就是大降节第一主日，然后咧五礼拜后就是圣诞节，一年就结束。所以到这个年尾，年尾的时阵，咱就是在数算上帝恩典。所以无算希望咱今日用感恩的心来看待咱所有对上帝来所领受的。譬如讲，我会当毋免挂喙烟，我会当讲话，2礼拜我著讲话真艰苦，因为若后开刀，其实就想要讲话，无讲嘛艰苦，讲嘛艰苦，看到囡仔在鼻的时阵，想要大声甲伊骂，不过我都只好轻声细碎，安尼轻轻仔讲。拄则要来礼拜看到足侪兄弟姊妹足热情，伊的面充满笑容，拍招呼，咱即马已经疫情渐渐受到控制，大家嘛较毋惊，就足侪人甲我手也好，手安尼紧密快嘛好，就是讲咱就是讲真久无看到一个手，一个手，总是了，爱去洗，莫望即个鼻仔喙，
所以牧师今日主题就是讲，咱无论安怎，咱保持一个感恩的心境，也保持一个感恩的态度，也保持一个感恩的眼光，互咱去看到这个世界，上帝创造，看到兄弟姊妹，看到圣殿，是用感恩的心，来学到上帝，感谢主。咱即时先做伙甘心来祈祷。主，阮的心学到上帝，你是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物拢要三甲应声，学到你至圣大尊名。阮要为着美丽地面，为着灿烂的精神，为着兄弟姊妹，为着温暖的家庭，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为着阮的当地独行教会领受你的恩典福分，阮要为着今仔日的敬拜组织，阮要献上感恩的心，愿你开阮的心，互阮领受你恩典的美娘，也互阮用感恩的祭献做伫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的恩典。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看一段圣经，伫路加福音17章12到19节，新约圣经91面。这个故事讲到耶稣有一摆入一个庄车，然后迎面来10个太哥的，因的心情就是破病，就是而且无药医，破病就得艰苦，搁较艰苦是无药医。咱拢有拄着破病，牧师今年对旧年，这个手骨长期，第一届9月份的时，甲这支摕出来，这支假梯啊，伫内底摕出来第2届，到2礼拜前，然后开到第3届，所以有中会牧长在关心，就讲，是毋是牧师你今年做一届进场维修保养安尼，一年开刀3届，这个总是我开刀是其实是平安的，为什么？因为医生，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去长期2礼拜前去开刀的时候，院长陈木宽，我真正第一届拄着要进入到迄个开刀房的时候，就拄着王雅珍牧师、王雅珍牧师伊是义务，我还未入去早上的衫换好要入去的时阵，伊就喊我的名，我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因为伊看到即个名单，今日要开刀的名单，有一人叫做林兴成，伊就甲我话讲，新城牧师、兴成牧师来，我就过去，伊就为我祈祷。才知影讲，中期伊的开刀房内底有安排一个牧师，伊就是每一天为着要开刀的人祈祷，特别拄着咱主内兄弟姊妹，就会为伊祈祷。若是未信者，伊若是心内有无平安，愿意伊嘛为伊祈祷。所以我伫遐接受一个祈祷，了入去的时阵，未煮麻醉的时阵，院长嘛甲我祈祷。我真罕咧拄着医生要开刀前，伊就带所有的护士甲即个开刀房的助手，讲咱来为新城牧师祈祷。即院长就带一个祈祷，然后讲主换我的手来开一个好。所以我心内是真平安。而且我回诊的时阵，医生就讲无问题，看你的空嘴恢复了好，所以医生就已经甲你宣布讲你好啊，基本上照安尼来恢复无问题。所以我的心是真平安，真平稳，就是讲即个病会好。但是泰国病无共款，伊是未好，无法度通治好的。所以这10个泰哥面对耶稣的时候，伊讲耶稣就是阮的愿望，耶稣就是阮的愿望。可怜我，耶稣就甲伊讲，恁嘛已经好啊，毋免开刀，毋免住院，只要凭信心去找祭司，互祭司看，去就对啊。所以因就去的半路中就得到清气去的半路中。伫信心的半路中，因就得到好，因为因相信。总是相信也得到医治。伫这个故事内底讲，也无够。这个故事主要耶稣要强调的是迄个感恩的心。
9个，10个内底有9个就足欢喜，无毋对，伊就做伊去啊，哦，伊无转来找耶稣。但是一个呢，伊半路伊就翻头，伊无讲好，我先去找祭司，或者来找耶稣，因为有可能耶稣毋知后一站去倒位，也是讲伊顾袂得先去互祭司看讲伊好啊，祭司讲伊好啊，伊就会当转去厝啊，就会当甲伊的某囝团圆啊，伊就足侪代志工课吼，足侪事要做，伊就会当开始办啊。但是将这个拢放下，伊讲第一要紧的是啥物？就来找耶稣感谢，因为若无耶稣，这个一切拢后壁拢无，所以伊感觉上要紧的代志，毋是去找祭司检查，毋是去摕到迄张证明讲哦，已经清气啊，无太高啊，无健康检查证明啊，吼，没有传染病啊，吼，咱即马是爱有即个阴性证明。好，这个疫苗证明，什么证明？伊才会当去做一块代志。啊，伊讲这拢不要紧，拢放下。第一要紧的，就是爱转来感谢我的耶稣，转来找耶稣。因为伊若是无紧转来，耶稣后一站毋知去倒位，反正伊就找无。所以伊就转来，学了上帝，归荣光互上帝，趴伫耶稣的脚前，甲伊说多谢。所以耶稣就心内真欢喜，真感动，就讲，总是伊嘛感慨，讲得到清气的，得到医治的，敢毋是10个？啊，其他9个伫倒位？其他9个在哪里？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华族人，除了这个互人看紧的撒玛利亚人，敢无其他的人转来归荣光上帝吗？耶稣就各互伊一个福气。其他人无，只有伊有讲起来行，你的神救你。其他的不过是身体得到医好，但是灵魂无一定得救。但是总是这个会晓感谢的耶稣甲伊讲，你的神有救你。所以咱来思考，你是毋是这款的人？这10个中间，你是倒一个？你是迄9个做伊去的，还是迄个会翻头转来说多谢的？当圣经讲到10的时阵，拢甲考验有关系。如果再来，一定有机会，我会搁再讲到11奉献，因为我看到一本册叫做《蒙福人生》，伊内底讲到11奉献的观念非常的好。我感觉这一定要甲咱分享。圣经讲到10，就甲考试有关系。10灾，对法老的考验，对埃及的考验。10条戒，就是上帝要看咱愿意顺服，无愿意顺服。10条戒。以色列人伫旷野行的时阵，上帝试验因10摆，是讲因试上帝嘛是10摆。以色列就是雅各，伊伫拉班的手头。几次被改工价？10次。11奉献嘛是10，这10个长大麻风的嘛是10，还有10个童女，嘛是在考验讲哪5个是聪明，哪5个是愚拙。所以真有意思。你看到圣经讲到10，搁一位启示录第2章。第10节，启示录第2章第10节讲到一个教会叫做士美拿教会。我要试验你10日10天10天的患难，你若是通过，我就予你生命的冠冕免流。所以你看讲到10，真的都跟这个试验、试验、考试，上帝在甲你试，还是咱在甲上帝试？有关系，所以我以后会讲到这个11奉献，带来真大的祝福，会改变咱真好，得到真好的观念。好，咱再来当感谢的事。上帝予你10个稳定，总是咱有可能只有一个有感受，我们可能只有一个有感受，
其他9个呢，我们都当作是应该的。哦，咱起来的时阵，你会为着讲我今仔日一觉到天亮，我真久无一觉到天亮。即马开倒了后，其实逐工一开始迄礼拜暗时拢会互家己的肺安尼弄醒。透早起来的时阵，被自己的口臭臭醒，因为非常臭，又是血又是痰，浓又是痰，就吵。所以你早上起来，为了可以一觉到天亮，呼吸到好的空气你是好困、好入眠、好困醒、好精神的，你就要感谢。总是咱有时无迄个感恩的练习的时阵，咱就没有感谢，袂为着你的健康感谢，袂为着讲咱伫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感谢，袂为着讲咱信用自由感谢，袂为着咱一家和乐感谢，袂为着即马疫情受控，咱有时咱的感谢的心真欠缺。所以耶稣讲，敢只有一个人10件事，敢只有1件事值得你感谢。而且伊的感谢就是归荣耀给上帝。当一个人会晓感谢的时阵，伊就是甲上帝应该得到阿乐献给上帝。所以感谢嘛是一个祭物，感恩做祭。用感谢入门，入上帝的门。就感谢主，就阿乐主。所以咱的囡仔常常袂晓伫感谢，就是讲因嘛甲真侪事拢当作是应该，有衣有食拢无欠缺，伊感觉讲是应该。所以咱其实爱甲囡仔常常提醒，这毋是理所当然。尤其我最近看到穆恩穆节目员伊伫教会溜滑梯在耍的时候，我就甲伊讲，毋是逐个人楼骹都有溜滑梯通耍呢。你爱感谢，讲咱住伫教会。当无孙仔来的时阵，伊会带伊去5楼的图书馆，伫遐看册。我讲，毋是，逐人的楼顶都有图书馆的，恁爱感谢。当然咱即马住伫即个集合式住宅即个公社可能佫有游泳池，佫有卡拉 OK， 佫有私人电影院，可能设备真好，但是你就是爱为着即个会晓感谢。有衣有食，要知足，要感谢。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我担任教社部同工，就接到足侪急难救助的。咱附近的教会就有大教会，但是因的会友内底有视障俩零的，对5月第1礼拜母亲节，第2礼拜过了后，拢禁止营业，所以收入就是零，就靠补助安尼在度日。所以咱就该补助，也有车祸的，也有失业的。咱教社部就是做这个急难救助。所以当我拨这个机会注意，就想讲，咱无短缺呢。我的薪水，我的社礼，教会继续给我呢。无甲我减，所以我毋免靠补助。我这嘛是感谢。咱等者看到一个练习，就是顶礼拜其实这个的阿科长了礼拜部发起讲，咱是毋是兄弟姊妹来迄一张相，甲你上感恩的代志写出来。伊就第一个写，阿科长了伊就写讲，疫情不影响流汗，伊无失业伊有头路通做，有工通做就欢喜。疫情继续流汗，伊讲从鸡叫做到鬼叫，这就是伊的意心来感谢。咱等者看到足侪，所以其实咱一个感谢，就带来第2个感谢。这个感谢嘛会传染，一个厝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常常感谢，翁仔某互相有感恩，常常说多谢这个囡仔嘛，有样会看样会得。
所以伫教会内底，就我就收到一日10封，牧师我要为什么感谢，然后呢附一张相片，有诶袂晓做图，我就甲伊图甲你安尼夹做伙，咱等者看，做即个练习。好，咱搁来看讲感谢受诶对咱诶生命有啥物款诶影响，就是咱会甲上帝关系愈亲。当一个囡仔常常甲爸爸感谢的时阵，迄个关系其实会有了较近。阮两个囡仔，母一个已经大汉啦，即摆毋免甲因洗身躯啊，甚至昨昏就哥哥甲弟弟洗头，嘛毋免洗头啊，哥哥甲弟弟洗头。总是吹头毛的时阵，因为迄个吹风机惊烧掉是对木姐来讲，可能迄支伤重。手无够长，安尼吹伫头壳遐，所以我拢会家己吹头发。因洗身躯拢家己洗，家己穿衫，只要我爱做，只是家因吹头发尔，足轻松的。但是我吹头发了，我嘛家己讲，爱提醒吹了头发，恁在讲什么？谢谢爸爸，谢谢爸爸帮我吹头发是安那，就是讲你要有所表示，我为你做这个动作，就是我听你，我为你付出，我就愿意。为你做啥物？但是你唔通当作是应该的，当作是自然的，当作是本来就应该爸爸要帮我吹头发，无啊，你大汉你会当家己做，但是听你，所以让我为你做。所以当咱常常去为着咱生活中的一寡小可代志，你着去感谢上帝，上帝会感觉讲，这个囡仔真大心，真。甘心，咱甲即个感谢，感恩，甲伊详细来想，就知影讲即个毋是一个口号。咱来看即个诗篇100篇，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咱来到上帝圣殿，就是欢喜。我想咱今日坐伫遮，应该无一个人是互逼来，足勉强、足艰苦，不得已坐伫遮，是用欢喜的心讲主啊，我听你，主啊，我要学了你，我唱歌的时，我的心就专心安稳伫上帝面前。因为第30讲，咱就是伊创造的，创造比创造的来到创造的主的面前，这个是通欢喜的事。搁一届甲主表明，阮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的羊，你是阮的上帝，是听阮的牧者，是牧养阮一生的上帝。所以第40讲，用感谢入伊的门，搁着用恶乐入伊的院。就讲咱要来见上帝面的时阵，有这个要紧的事，就是感谢甲恶乐。为咱来开路，为咱来进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迄是一个合宜的态度。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当你学了伊，学了上帝，感谢上帝的时阵，上帝就甲你共我。咱来甲这个字拆开感恩是啥物？这个字去主席嘛摕去用感恩下，感恩下，意思是讲，咱感受到恩典，感受恩典。当有人对你好，迄个叫做恩典。上帝听你对你好，恩典，你有感受到无？感受到，然后呢，爱谢谢嘛。别人对你好，你爱说多谢，所以叫做感谢。感受到恩典，然后呢，感谢互你恩典的人，感恩谢谢，这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完整。诗篇22篇第30讲，上帝就是用以色列人的恶乐，用以色列人的赞美，用以色列人的感谢来设立伊的宝座，也是讲这个所在就有上帝的徛起，就有主的同在。这个所在，当咱倒一个所在会晓学到上帝，会晓感谢上帝，上帝就伫迄个所在。
好，诗篇一直讲这个代志哦。诗篇不是一直唱歌，诗篇嘛讲感谢就是祭，用感恩做祭，献伫主的面前，上帝的心就得到满足。好，咱就求救上帝，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好，总是咱常常拄到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度感恩。好，有几个情形。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阵，一开始真感恩，哇！10个灾祸咱拢闪过，哦，第10灾，所有大囝精生拢死的时阵，以色列人得到保全，伊拢感谢。然后呢，出埃及带着金银财宝，哦，然后呢离开埃及就感谢。然后呢过红海的时阵，法老的这个马兵拢淹伫这个红海内底，伊嘛感谢。但是一个到旷野，无水，无食物，因人就安那就开始埋怨了。哦，所以顺境的时阵感谢，迄是自然的。如果你连顺境你都袂晓感谢，有可能上帝就收回迄个恩典。总是更较学习的是伫逆境的时阵呢。顺境就感谢，逆境嘛就感谢，嘛就学了。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境，爱知足嘛，爱得到迄个秘诀嘛。哦，总是咱真困难，当代志不如意，哦，当工课代志互你心烦，当囡仔考试考了无好，也是做毋到代志，哦，你是毋是就会失去迄个感谢？哦，就是爱去转换迄个心境。当迄个代志不如意的时阵，你爱想讲，伫即个不如意的中间，伫即个困境的中间，上帝爱我学习什么？我是毋是永远会当感谢？还是我就变做埋怨？因为埋怨就是就是迄个负面的。你感谢，你的心会真快乐；你埋怨，你的心就无快乐，就代表你对上帝不满，还是对人不满，还是对家己不满。所以讲，埋怨是感恩的杀手啦。你一个埋怨落去，迄个感恩就走去啊，哦，迄个喜乐就无去啊，哦，走到你就找无啊，哦，嘛有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咱活伫自我中心的内底，哦，我若是无爽快，我若是无欢喜，我若是安那，我就会开始抱怨。所以罗马书第1章21节就甲咱提醒，哦，这款的人虽然知影有上帝嘛，认捌上帝，但是无甲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上帝来感谢伊，学到伊的时阵，因的思想会变做空虚孤傲、无知的心，哦，哎呀，会失落因的灵魂哦，哦，所以这是非常严重。哦，咱保持一个感恩的心，咱甲上帝是非常的近哇。你会感觉上帝就伫你的身躯边，遮尔疼你，对你遐尔好，哦，互你遮尔济恩典。但是当你开始埋怨的时阵，你就甲上帝杀了真远，因为你就感觉上帝对你无够好，好，你可能就开始去互撒旦欺骗，讲上帝无疼你啦，上帝若疼你，哪会互你拄到这个病？上帝若疼你，你哪会拄到这个困难？哦，咱就被这个白贼来欺骗，哦，咱就无感谢上帝，迄个心就渐渐失去。咱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就是保罗甲西拉，因真有理由通受气，有足侪理由通生气。我为上帝做工，上帝竟然互我拄着冤枉，去用拍，去用掠，去用关，我哪会遮可怜？我哪会遮可怜？咱有时咧落在那个处境。上帝啊，我为你做这呢？上帝，我疼你呢？上帝，我有认真敬虔敬拜，搁服侍呢？上帝啊，哪会安尼？咱有时伫即个情境内底，
比冤枉，甚至比这个苦楚，比这个拄到真恶担当的事。但是呢，因做一个选择，就是讲我犹原要学到上帝，叫做我偏偏要，就算环境不如意，就算被关伫监狱监牢内底，我犹原要学到上帝，我就是要赞美主，有这条歌，我就是要赞美主，我就是要学到主，无论什么情况如何，我就是要来赞美主。这就是因对平常时所锻炼得到的一个功夫。所以当因安尼做的时阵，伊讲规个监狱的其他的受关的人拢错，拢就留意在听因在唱歌，甚至因的歌声嘛感动着遐个犯人，甚至这个歌声佫感动着天使，震动着上帝的国，摇动着上帝的手，上帝就派天使来救因。咱有读过这段圣经，就知影尾故事安怎演变。地动监狱的门就大开，这个手铐脚镣拢夹牢，然后咧因就自由。迄个关这个狱卒啊，就狱卒的迄个狱卒，迄个兵丁就讲一定伊看到门拢大开，稳死啊，大家拢走了，伊就摕刀要安那，伊就拔刀要自杀啊。保罗甲伊话讲，唔通伤害家己，阮也伫遮。因就更较戆硬讲，奇怪，门都已经大开啊，天顶大开，稳定的门，你讲唔走？因就讲，阮是罗马人，我唔惊，我明仔载这个就要出去啊。总是这个机会是为着你备办的，伊就跪了，还是讲就拍拜，就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救？所以你看，一个学乐，一个感谢，变做一个灵魂，一个家庭得救的机会。一个有信仰的人，伊会当将这个上帝福音带到这个狱卒伊的家庭。伊讲我着怎样做？伊就安那甲伊回答，伊讲当信什么？主耶稣，就信耶稣，你和你全家必然得救。圣经是无讲一人得救，鸡犬升天啊，伊是无讲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但是有讲这句：你和你全家要得到救。如果你的亲人嘛接受这个信仰，所以使徒信行传16章这所记载是讲，他和所有属他的人，都是属这个主人，属这个丈夫，属这个爸爸，也是因兜的人，愿意的人，拢伫这个机会得到救。保罗就去因兜，甲因洗礼，甲因传福音啦，甲因传福音。所以这是咱看到感恩所带来超越困境的一个见证。因会当埋怨，但是因无埋怨，因选择感谢。讲上帝，我拄到这个代志，圣经讲万项事斗斗来，互听上帝当得到利益，万事互相效力。我相信，我拄到好康的代志，我感谢主。我拄到恶担当无好的事，我也相信，伫这个中间犹原有上帝旨意，上帝犹原掌权。安尼我就讲，虽然我即摆无明白，但是如果我选择相信，我选择感谢，我会看见中这个苦难要带来祝福。上帝要怎样，互这个无好的事变做好的事？所以我讲，我偏偏要。圣经佫一个佫较厉害我足钦佩的人叫做约伯，伊是真正什么对上好，跋入到上歹，但是伊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伊的某叫伊讲你会当去救惨上帝，然后你去死啊！讲到这么严重的时阵，伊讲我选择嘴无犯罪。
我选择讲，赏赐的是耶和华，赐去的、提去的也是耶和华，一切拢是上帝。我的命嘛是伊的，耶和华的命是应该而落的。我想这非常非常困难。当你什么拢无，一无所有，你拄着遮尔济无合理的对待的时阵，你犹原能讲即款的话，我感觉迄是圣神的感动。我可能讲袂出来，但是圣神甲我感动，我有迄种信仰的力量来见证讲上帝就是安尼的上帝。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会明白。最后这句话，只愿今生能完成上帝的旨意再走，这是我最近听到萧祥修牧师的见证，就是去年脑瘤。里面4颗，其中尤其1颗，就离迄个主动脉那里很近，就是讲随时裂死，加是6个月，医生甲伊讲你有6个月，然后伊就开始治疗，然后伊的正边会震动，但是倒边手就拢软去碎了，伊的面嘛变形，就是讲他左眼左边的表情就是像中风一样，就是已经拢。但是伊伫1年了，伊渐渐愈来愈好，佫会当讲道，伊就讲，伊甲上帝祈祷讲，我拄着即个事不要紧，我犹原勇敢去面对，我只愿我今生能够，上帝你要甲我带走嘛无问题，但是我希望我是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任务，我的使命完成才来走，伊讲伊酷谢。我用到即个字讲，伊感觉伊当然真是教会足听伊，兄弟姊妹甚至国内外足侪牧师常常写批为祈祷，所以即个祈祷开来互伊到今仔日，讲2颗脑瘤最大颗的那2个已经都完全消失了，剩下2个比较不那么影响的已经萎缩了，所以还有2个脑瘤在他头脑里面，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荣总的脑神经外科就讲这个 unusual 啦，就讲无正常啦。照一般的这个疗程的发展，应该是袂安尼。所以伊就甲萧牧师讲，你的上帝有救你啦，大家为你祈祷，上帝有听。所以伊讲，伊就感受到讲上帝互伊伫破病中间，因太太伊讲我上感谢牧师娘，伊的牧师娘无甲伊放散，一直甲伊照顾，所以。就感觉遮尔多恩典，所以伊伫破病中间愈知影上帝恩，所以讲酷谢，酷就是讲用头去弄磕头骹啦，讲我真的是好像是在上帝的面前谢主隆恩安尼，讲伫病痛的中间，佫会当得到遮尔大的恩典，伫患难的中间去看见迄个真情，患难见真情，所以这是。伊破病时阵，你看伊的手骹拢无方便剩一支手会震动，但是伊犹原无离开上帝，佮更加感受到上帝恩介同在。这是萧祥修牧师伊最近的见证，就是讲伊选择感谢，伊选择上帝有相信上帝一定有上美好的旨意，亲像哈巴谷所讲虽然无花果树安那无布耳，葡萄树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收成，田园安那无出五谷，雕来安那无半只羊。状况遐尼凄惨，遐尼落魄，看起来光景遐尼歹，无啥物望。结果伊讲，我要求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互伊伫环境看起来遐尼歹的时阵，伊犹原伊的心无互这个来拍倒，伊的灵犹原会当快乐。这就是信仰上宝贝的事，毋是保证咱一定拢拄着顺境，一定有逆境，但这个逆境嘛一定会经过。有一天咱伫上帝遐一定是老年甲面应允的地，迦南的地，一定是有产业为咱备办下的。咱唔通只有看今生，爱看来世。所以虽然无花果树不
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收成，葱无出半项，条内无半只羊，尾来搁一句，牛条内底嘛无牛，羊都无啊，哪有牛？拢无啊。但是我要求要学到上帝，要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上帝因为安尼来享受，因为这个信心来享受福气。好，最后结论就是讲，咱爱保持啦，咱一时的感恩，迄个感动是容易，但是你要常常保持就无容易。好，所以要安怎做？好，第一个你一定爱停止埋怨。当你一埋怨，懊恼的心就走到你，一定爱记得，爱操练。凡事感谢，你就常常喜乐；不住祈祷，你就得到快乐。因为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对你所定定的旨意，你就是爱安尼行，是一个旨意，是一个命令。当咱安尼做，就得到福气。好，过来拍开你的目睭，你爱为这一切通感谢。好，你有为着讲吼，我一暝到天堂，我会当落面床，吼，毋免啊伫遐，吼，足辛苦，吼，我有勇卡，吼，一支勇卡感谢，我会当有头路继续做感谢，我有退休金通领来感谢，阮伫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来感谢，阮的教会吼有兄弟姊妹听我，甲我关心来感谢。我拜二、拜四、拜五，各会当来乐林、来建厝、来学手机哈，我来感谢。我拜三会来祈祷会，拜四来参加查经班，凡事感谢。最后欢喜分享。我最近嘛愈来愈爱泡咖啡，但是我一个人啉咖啡足无意思。医生嘛讲我袂使啉咖啡，最近。但是我就爱泡咖啡请人啉，因为我感觉这个咖啡拢是温点白的，这个咖啡豆啊，念伊什么人互我什么，这拢是上帝互我温点白，所以我就讲这是上帝咖啡。我若是会当，教会有人起来，我会当泡咖啡甲人分享，我就足欢喜，因为这是一个感恩的心，分享上帝恩典，白白得到，白白互人，拢是恩典，全是恩典。好，咱来看几张相片来做练习。你得常常练习。兄弟姊妹做这个练习，咱来看，咱应该较有感。这就是虽然这个图没有很清楚伊写讲就是对透早鸡在啼到暗时鬼在叫伊才下班但是伊足欢喜有这个2022感恩节。我虽然破病，但是我通过这个新陈代谢科，我食一寡好的营养，我其实身体无较歹。我对82公斤减到74。我今日下早是量剩73.5，就是体重愈来愈得到控制。医生讲这对我有好，对我的困眠有好。过来倒手边倒手边这边是。牧师娘讲伊有3个囡仔，虽然生活上照顾有时较忝，但是看到因的笑容，看到因的喜乐，就心内就是真多的感谢。正手边这是新月龙介，因旧年的感恩就是得到第3个囝，查某囝凯蒂，龙介为着这项戒婚戒烟到今仔日就是欢喜但是因本来戒婚了，想空气会真好，结果无想到因楼骹拢在烧香就是煞空气愈无法度开窗，无法度开门结果因祈祷了上帝听因的祈祷，楼骹无得烧香因的空气就愈来愈好这是因的感谢。然后这是啥物人非常之属因全家会当和睦欢喜去佚佗。去看上帝创造的世界，安尼一家伙快快乐乐这就是足大的欢喜。这个什么人？小英可能无法度出国，本来心内是郁卒，但是上帝互伊有机会甲姐去爬玉山，去欣赏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大自然林捌台湾这个土地，所以讲白秀英2021感恩节。过来倒手边这个是啥？
洪章医师伊讲今年上感恩就是讲伊转去北港来妇产科嘛。伊本来就伫咱教会边啊，但即摆去北港会当就近照顾伊的妈妈，这是一个囝诶友好的心，照顾妈妈，佫会当逐礼拜佫转来，有够认真逐礼拜就坐高铁转来上四海读经班做当工来做行政。咱的所有今年的讲义拢是伊去引伊来处理即个奉献所有的这行政，所以感觉会当。得到这个会当侍奉上帝，拢是稳定。正手边这是韦恩的先生郑良伊嘛是咱四海大经去年的行政同工，伊的囡仔叫做舒雅，将来要做一个属灵的勇士，因为叶舒雅听起来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伊较有写迄字较无清楚，我读互大家听讲伊有囝了后才知影上帝做老爸的心，上帝对囝的疼偌大伊渐渐体会会到所以上帝做阮年冬的免流。好，过来这是牧生伊讲今年上大的感恩就是宣会当地教会办音乐会，为前去参加比赛国际比赛有得奖。厝内人健健康康，我的体重无搁增加这是无搁增加嘛是好啦，若是当减重是愈好。我听一个运动的笑话，伊讲我每天都做仰卧起坐他说我要睡觉的时候一个仰卧，早上一个起坐，就安尼尔。我一天做一个，我晚上要睡一个仰卧，早上你安尼那会可能会健康？你那有人鱼线，那有腹肌我每天就是一个仰卧，一个起坐我有开始运动，我无得去运，我就真正我做仰卧起坐，我的小腹的这就是讲你要锻炼，咱感恩多练习 practice， 你就会进步你袂自然形成啦，这意思无？这个肌肉伊袂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就是肥肉，就是赘肉刻意去锻炼出来的，迄就是 muscle。所以感恩的 muscle、信心的 muscle 就靠咱来锻炼。好，最后几张这是什么人？咱所敬听王长老谢老师因规口罩安尼欢喜组织就是健康升级，长照降级，有点意思。健康升级了，长照就会当降级。这个亲朋聚集，就是亲人朋友做伙。过来，这个建中因兜真快乐。感谢主，赐我食，赐我穿，赐我不是欠钱唔免用是赐我永远无欠过。这就是一个信用的表别，不是讲阮足好呀，是讲上帝做我无食。我无欠过一件，有这个信心，讲上帝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一件，顺境逆境，上帝拢带领。好，最后，这个我叫是网络上截图下来，更唔是，迄个是水阿嬷啦，秀芬长老，一生就细声的，伊在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安尼，感谢有主。正边这个是苏美，这是伊今年感恩主所赏赐阮，无论什么情景，我要感谢主好，这两个是较害羞的所以伊无摕伊的相片，摕伊的作品啦，真理甲真慧，感谢嘛是算是有交功课就是一个花我佮家特别问，这个叫做什么？伊叫做果冻花，果冻的花到底能不能吃？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伊讲感谢主赐我一双灵巧的手，这是咱今年结婚的这个左邻义勋伊乐忠义嘛，今年结婚珍妮每年要结婚，为着咱教会有遮尔侪对的新人要结婚，咱嘛足欢喜伊写讲生活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面，拢有上帝怜悯甲恩典，出也得到福气，入也得到福气。
出眼蒙福，入眼蒙福。啊，正手边这个咱可能较无熟悉，伊是咱四海读经班的新朋友吼，柯珍珍姐妹吼。好，伊讲伊今年上感恩就是讲伊的粮仓满意吼，上帝有祝福伊吼。啊，囝考到中原大学嘛是咱基督教的学校。吼，啊，了伊的爸爸吼，哇，人工关节拢得到顺利，主所想事超越伊所求。哦，最后一张，哦，这唔知像，吼，这4个人，吼，伊无写注文是像，吼，因去食饭，啊，去交陪，吼，教会兄弟姊妹和睦徛起，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所以咱无论是工作、是事业、是教会生活、是厝内、是个人的健康、是国家，咱拢有真侪事通感谢。求主拍开咱的眼光，常常保持。操练咱感谢而乐的心，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相信你的话，你的应允拢是真。你爱阮常常喜乐，不住祈祷，凡事感谢，因为这是天父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应阮每一个你的囝儿所定着的旨意。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是感恩节，阮会晓通数算。上帝恩典，互阮无正做迄个将万项恩典当作是应该是自然的，阮用感恩的心来看见你所赏赐阮教业是何等何等的好，何等的水。互阮也用感恩的心来奉献，用感恩的心来成做祭物伫上主你的面前，保守阮，互阮的囝儿。互阮的思绪也有即款感恩的心境，有保持感恩的态度，有看见上帝恩典的智慧。愿咱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三角来吟圣诗第300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是为
咱今仔日的奉献吼，要用列队的方式吼，对牧师长职所有兄弟姊妹带着咱的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牧师会带咱做一个做伙，为着对年头到年尾，上帝的恩典，亲像油在地，做咱面冬的免流，所以咱备办心然后咱就用这个排队方式，咱就安尼到主的面前，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用俄乐进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乐伊，因为伊是大王，是看伫咱俄乐敬拜君王，咱所奉献的，上帝拢欢喜祝福接纳，看见咱献上这个感谢的心，咱就来准备咱的备办心来奉献。接伫咧主礼后壁咱就请会友兄弟姊妹拢对中央行对两边来转去座位咱三楼如果有兄弟要落来嘛欢迎刷动你的脚步，咱用欢喜的心来学了主，因为四围逐项好物，拢是主所赐福气。咱着感谢主，咱着学了主，因为对阮毋那是今年，对阮一生的带领，一生的恩典是何等长阔关心。求主开阮的心目，互阮看见主日日在引带
日日在看眷顾，咱所献伫伊面前的，要得到伊欢喜来感染。咱即时请所有兄弟，咱做伙徛起来，让牧师带领咱来做一个感恩的祈祷。阮伫主的面前，阮要来感谢主。你是疼阮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享受活命，你眷顾土地，你管压田园，落好的雨水，互阮的土地软软。主啊，伫世界疫情严重的时，你竟然特别疼惜台湾，互阮伫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内底。疫情也渐渐受到控制，疫苗也到也，所有百姓来注射，祝愿欢喜来学到你，你是疼阮的上帝。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要用羊群做衫来穿。你予阮的山谷用五谷、用做麻来盖，你用温点做年冬的面流。主，你所带领阮经过一生的路径，拢有由得伫。愿全地对上帝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你是大王，是阮的大君王，是阮一生的牧者。主，阮感谢你无煞，为着阮个人的健康，为着阮全家的和睦，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阮生命的平安，阮要欢喜而乐，归荣光伫你的面前。因为一切拢是你所赏赐，一切拢是对你所来，阮无任何通夸口。生命在伫你，力量在伫你，望喜乐拢在伫你。愿即时恭敬奉献，将阮对你所得到一切，用欢喜诚实的心奉献部分淡薄伫你的面前，也愿你将赏赐阮的恩赐、财情，通献做偌济。互主你来使用，阮的生命成做你的器具甲车用，愿阮的奉献、感恩、祈祷，拢成做芳芳的祭，通得到你欢喜感染，做主圣工的路用。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咱请坐。请咱来看周报第3页，才有咱的金句。我先来读一遍，煞接请咱来读2遍。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周报第3页，才有咱即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家己来注意看家己的事项。小会公告，这有公告几礼拜吼，请咱兄弟家己来过目。连伊礼拜煞，伫要进行咱今日感恩节，搁来大港节，要进行咱的圣诞节布置吼。伫1楼交誼厅，请兄弟团结尽量会当来帮忙吼。邀请兄弟来做伙参与，伫1楼交誼厅集合，再来分配工课吼。后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请圣歌队来点蜡烛。总务部有几项来甲咱要报告吼，因为咱的前的总务干事姚峰兄已经退休吼，即马咱教会有无总务的工课吼，所以请咱教会会友咱大家来注意吼，或者请咱后摆若团结聚餐了后，也是创啥像这粪扫的问题吼，请咱爱记哩吼，爱厨余啦，餐盒，迄纸的，也是塑胶的。请咱甲分类好势，了后请咱甲聚会刷新，请咱甲迄物件，甲这分类好的粪扫，摕去伫迄个咱边仔遐有一个囡仔咧算溜滑梯，迄溜滑梯的边仔遐是咱教会
伫遐整理粪扫的所在吼。啊，因为咱即马有去可能会请专人来甲咱处理咱遮粪扫吼，无人通啊摕出去倒吼，会人处理，所以请咱甲遮分类啊厨余遮，伊遐有桶啊拢写甲真清楚，啊，咱就甲伊分类分好好势吼。啊，因为咱家己无，咱即马目前无总务干事的中间咯，啊，请咱兄弟大家特别来注意吼。啊，因为无总务干事的缘故吼。啊，咱目前福音车接上先暂停，啊，等教会找到适合的总务干事，咱再过来回复。后礼拜，过来即礼拜的拜六，就是11月27，下早9点半，甲下晡的5点，咱要伫咱的教会举办咱全教会的事工研讨会，啊，甲各团契的工作协调，啊，请报名的中级。团结新旧任的同工啊，会长吼，关怀小组长、主日学同工准时参加。团契消息，念米礼拜煞吼，今仔日念米礼拜煞的时阵，主日学请伫4楼副堂有报名要去迄个12点要去王宫半日游吼，王宫渔港半日游，请咱伫4楼副堂啊要用餐，了后12点要准时出发。啊，妇女团契今日伫11点20，伫1楼的副堂要聚会。啊，社青团契同款是今日的11点40，伫5楼副堂聚会。啊，小四海特经拜四暗青少年团契吼，啊，遮的聚会。啊，兄弟团契11月28，后礼拜煞。要举办通宵新社吼半日游半工的吼，请大家甲木生会长摕行程表，啊，伫今日进前报名参加。双联团契11月28，下早晚有伫副堂要1楼副堂聚会吼，啊，特别。关怀协会消息吼，叫健康促进啊，乐龄教室啊，银发族手机，请参加会记早健保卡吼，因为拢有当时啊来参加拢袂记早吼，请来参加这个关怀协会这个活动的人，请会记早健保卡吼。啊，这过来教界消息啊，咱教会大道事项教界消息啊，请咱家己来过目。伫周报第10页甲11页，遮有咱的财务的奉献报告吼。伫遮报告做领收，啊，若是有错误名毋对去，啊，也是有啥物毋对的所在，请咱免客气来向财务部来反映。好，咱来看具体关怀的消息。啊，今日其实看到秀玲长了吼，真欢喜吼，伊其实有即个绿脓杆菌吼，即个细菌吼，去互医生吼，嘛是关伫病院吼，几落工吼，啊，总是伊就客气讲啊，莫互大家劳烦来病院吼，所以有几个中级去厝诶，甲伊看，啊，今日看到秀玲长了吼，啊，请伊徛起，互咱看者吼，咱足欢喜伊吼，恢复健康，上帝赐伊勇行吼，啊伊。身体才拄好，伊就在想讲啊，要安怎参与伫教会布置啦吼，啊厝诶有一块树啊，要送互教会吼，所以伊诶心吼放伫教会，伊诶心伫倒位，财宝伫倒位，啊祝祝福伊吼身体健康倒转来，咱真欢喜。好，咱来看啊，阁有几位吼，咱需要祈祷诶吼，是重兵，就是林峰诶先生，啊伊心中最近有一块问题。啊，做几若项的检查，啊，即摆爱照到 MRI 吼，就是即个核磁共振，吼，2磅空，啊了后爱搁看报告，吼，求主保守，伫即个过程中，吼，有主的心意。面菌，吼，血糖悬，啊，胃肠真无爽快，啊，望主，互伊拄着好的医生，啊，来得到完全的恢复。孙部长伊目睭有较看无真清楚，吼，咱为伊的即个。眼睛视力得到明来祈祷，确定这犹原需要咱为代祷，伊心中会无喘喘气、胃口拢无好，求主赏赐伊好的困眠，
美音就是金池执事吼毋是中央吼，中央遐毋是金池，是中央遐的后生查某囝伊即个胃吼第1期啦吼，所以总是嘛需要化疗，需要治疗，求主大权能吼，甲伊医治。佫有一位伊无爱互咱知影，总是也伫病院中接受治疗的吼，咱为着咱如果知影，咱就为提名祈祷，主拢听咱恳求的声，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请兄弟姊妹，咱只是做伙起立，吼，做伙起立来为着教会，吼，咱将心比心，好亲像咱受苦伫病院，咱为着因来求医治的稳定，咱做伙出声来祈祷。至圣的主，阮跪累伫你面前，阮同心同意，出声开嘴。主啊，你讲着学乐，着感谢，就带来迄个转变的力量。主，阮就轻看阮所拄着的病痛，也是苦楚的事。主啊，求你帮助阮伫基督耶稣内底，这病痛软弱兄弟来得到坚强，得到新更新的溃烂。主啊，互阮着伫基督内底，这病痛来夸胜，阮已经得胜到有春。伫一切的事，阮已经靠着听阮的主，阮已经赢过一切阴间的官兵，未得胜。主，你所讨放的，伫天顶也要讨放。阮奉主的名来捆绑这个病症。主啊，互你的医治临到，互你的稳定福气、平安健康临在伫这个兄弟姊妹身上。和众兵、民军、淳朴兄、薛丁姐、美英姐，因的生命日日换新，身体日日进步，健康也渐渐恢复。为着阮今仔日主日要去王景的天气、路途、交通拢得到平安。为着拜六全教会事工研讨，助力和阮的部长、会长、校长每一个单位，阮的会当成做一个团队，三体祈祷，备办心来参与，互阮的心会当甲主理三结连。主为着11月、12月有高中、国中要考试的，这兄弟的主题，求主理拢甲因同在，赏赐因智慧聪明，对天顶来属灵的官兵，互因所读的拢有效果，互因所认真伫家己的本分。做学生的责任，也互因伫信仰来日日进步，互因伫教会、伫学校拢有好的感情。愿为着这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团契家庭的需要，献上拜列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彼此来行平安礼，愿主保护咱，祝福看顾咱伫进入到圣诞节。咱今年的教会活动台中好圣诞，咱拢用欢喜的心来期待，来期待主的听一定赢过一切，主的稳定带领咱新的一年。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搁一摆，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哈利路亚！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上赢圣诗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我
愿全能的主赐福保护恁，对年头到年尾，毋但伫今年，也伫无久的将来，我用期待的心听候主你过来。伫大港节、伫圣诞节，得到主你丰盛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支持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要坐。咱今日礼拜结束吼。